我從來唔幫襯小販，起碼都20幾年，梗係冇監管啦，阻路咯，老鼠都會嘅。我都係覺得好污糟，同埋有咩事你都唔可以追究。啲油煙啊，或者地下線啊，即係有時整嘢啊，或者啲爐具啊，嗰啲石油氣啊，嗰啲噼里啪啦嘢影響到，萬一有咩事點算呢？嗰時係禮拜六、禮拜日先開嘅，但係而家就變咗係日日都開啦，都未天黑已經開始整檔啦。咁你係其實係影響到，始終都係影響到人嘅。喺將軍澳居住嘅觀眾劉先生同我哋報料，區內某個商場外圍經常有無牌小販擺檔，對居民造成滋擾。因為呢條村咧就冇乜夜市啊，冇宵夜，就好吸引到啲市民嘅光顧咯。咁我哋有時第二朝早行過咧，就發覺啲地下就有啲油污幾跣下，直接影響到我哋居民嘅生活環境啦。老鼠又多咗啦，滋生蚊蟲啦，同埋嗰啲食物嘅來源咧係唔知健唔健康咯，賣俾啲市民。因為夜媽媽邊個睇到嗰啲食物嘅質素乾唔乾淨？衞唔衞生咧？之前有啲石油氣罐擺咗喺度，我都影咗㗎。係啊，一罐石油氣驚會爆炸，唔想發生到火災先至去後知後覺咯。根據劉先生連日嚟嘅觀察，佢目擊小販們平時係點樣開檔。原來佢哋有架白色嘅貨車停咗喺個街市嗰個露天廣場嗰度，每晚應該大約7點15分左右啦，就開始卸貨啦，喺個麥斗貨車嗰度。見到咧就係有3格嗰啲流動熟食小販檔卸貨落嚟，跟住就其實係每一晚7點半鐘準時嗰個廣場咧，就超過有6至8檔嘅熟食小販咧就喺度擺檔啦。我哋喺擺檔附近嘅停車位見到涉事嘅白色貨車，而佢嘅車頭係有張違泊嘅通告，相信應該泊咗喺度好耐。據劉先生所講，呢啲無牌小販已經出現咗10幾年，但一直冇人正視過。佢曾經向商場嘅管理公司及各個政府部門投訴過，向管理公司提出過舉報，但係佢哋好似係愛理不理。咁我就發覺到點解會無動於衷嘅？佢哋做嘢，咁佢哋商場嘅保安員應該守則應該要都出邊都連住係嚴禁無牌擺賣㗎嘛，咁點解有啲警告字句，而啲保安員又唔作出一啲驅趕呢？就係我覺得好奇怪咯。消防處咧就話嗰度唔係消防走火通道，佢哋管唔到。咁至於嗰啲石油氣咧，機電工程署覆返嚟咧，就話嗰個容量同埋數量咧未達到佢哋監管嘅範圍，佢哋落去巡查過，只有口頭提醒佢哋小心啲用嗰啲嘢，就冇作出驅趕。至於食環署咧，就話小販嗰度咧入咗個商場範圍咧有物業管理公司，佢哋又管唔到。就住事件，我哋去信涉事商場管理公司查詢，佢哋回覆指已密切留意無牌小販活動可能引致嘅通道阻塞、環境衛生同埋公眾安全問題。近期已喺廣場相關位置採取適當圍封措施，加派保安人手及加強夜間巡查。管理處已多次向相關政府部門通報情況，亦會繼續同地區持份者保持溝通。